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今年的高本港成年禮，27日來舉行，有320位的高中生來參加，完成着當大人的成年禮。舊曆7月7日是七娘媽的生日，今年本港媽祖文教基金會甲合和文化發展協會攏以遵照鼓勵，佇咧7日即天舉辦高本港成年禮，透過讓七娘媽團、燙光等等儀式，和眾神祈福囡仔平安順遂。蠻神奇的，第一次體驗這個傳統，就希望可以更成熟，然後更懂事。高本港成年禮將近30年的歷史。這邊的成年禮，和320位囡仔，佇咧媽祖婆、祖孫娘娘、七娘媽等等眾神的祝福之下，相信未來會當爭取有擔當的大人。轉變了，你從小孩變成人了，叫騰格的前呢，所以說你已經成年了，你要負起對社會的責任。接受眾神的祝福，保庇大家佇咧未來之路一路順風。